仔继续来看这个韩国籍脆软的快台汽车，嘛是今仔日开始卖，唔免动片啊，所以袂少人拢想要试看咧。嘛有家长讲，甲囡仔动片啊做快胎，囡仔真的黑白叮当或者是大口，所以想讲用脆软汽车会较顺势。早起一透早，都有真侪民众排队等买，啊有这个药房开始卖无到10分钟就卖了啊。小儿科的医师黄立明来提醒，这个脆软快胎都爱甲水流入脑后上盖内底，然后来入喙，安尼才会当互内底细胞让入去。抽洗液来做检验，也毋过这款的动作对幼囡仔来讲有困难，嘛有可能会怎啊甲吞落去，所以这个脆软的快台汽车也是较适合12岁以上的囡仔来使用。排队民众大人手提2盒脆软快台汽车，但未揭晓。民众为柜台排到卖场内底，因拢是为着要来抢脆软快台汽车，话问市甚至卖无到10分钟，就已经去抢了。要想给小朋友用，因为小朋友在家里就是你要搓鼻子，我们又不是专业的，他如果乱动的话，就是你搓到哪里不知道，所以想说有唾液是比较好的，会让比较少的用这个唾液的快筛。对，今日伫咧3大连锁药局开卖韩国制作的脆软快台汽车，一支唔免动吧。唔免动片啊，适合替囡仔做快胎，互真侪民众拢想要来试看卖。药局嘛规定买的数量，较袂互别人买无。啊，唔免动片的快胎，更无好用。生活冲洗液，它并不是让叫你取快筛，而是你把这个水呢，把它滞留在你的喉咙的深部，然后去做这个漱口的动作，让里面的细胞融到这个冲洗液里面来。所以这个对儿童来讲是非常困难的，所以大概12、13岁以上的儿童才比较有办法用这个。里面强调爱把水停伫咧脑后的所在落嘴，互内底细胞让入去抽洗液体内底，对囡仔来讲较有难度，而且有可能会无细力甲抽洗液体吞落去，或者是砸掉，所以这较适合12岁以上的囡仔做使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